先來看環境部有修正噪音管制法，7月開始實施。針對着這改裝的汽機車的噪音的罰鍰是提懸到3萬6，而且這累犯閣會互吊車牌。高雄市即馬是針對15大交通熱點，連續2天去發動處理，攏總是查到45件的違規。環保局是表示講，這改裝無認證的呢，除了是懲罰3600以外，15天內若准無去復檢，安尼就會扣車牌。阮經徛佇路邊，奧多擺來一台炸一台，隨隨停佇邊仔等待環保局甲監理站的查驗，配合新修正的噪音管制法，7月正式實施。高雄市環保局會同監理站甲警方7月底連續2天，佇咧15大交通熱點，針對汽機車改講改車無經過認證的進行處理，攏總查到45件違規。環保局表示，新法上路，只要車輛噪音超過15分貝，就會罰錢，無改善的累犯賣扣牌處理。這樣趕快把排氣管做變更。就改回去原廠的。日時人較濟，聲較無遐嚴，暗時就是聲較嚴，安尼，攏相像，日時暗時攏相像。有差着恁落啊？加減啊。15大交通熱點，其中一大就是佇個高山區，民眾講因為因遐是單行道，車攏對遮過，不管是嘛攏聽到車沿東講吹甲加加叫。高山分局表示，一直攏有針對轄區的重點區域來處理，親像這月除了查到噪音改講的以外，包括改電火、改拔昆尼亞的嘛攏有查到。提醒民眾車若有改裝，一定愛去監理站審驗，若無合格就會罰錢。其中改講若是無登去驗車，閣會扣牌處理。針對民眾任意變更，把那個排氣管改裝，還有後照鏡的一個拔除這些都是我們一些重點違規取締的項目如果違反這些不依規定來辦理設備登記的話那我們會處新台幣900到1800的一個罰款。環保局講新法上路，汽機車噪音超磅罰款上懸對3600提懸到3萬6。若該沿東講無申請登記，只要查到隨罰3600。15天內若無去完成驗車，會先扣牌，上當閣會當註銷牌照。記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採訪報道。